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看问题。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咱这个系列节目内容是来自马哈，也就是西个囡仔廖美华小姐创作的绘本。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绘本内底的画面，咱特别邀请台语路共学团这个协会妈妈甲因的囡仔来讲予大家听。今仔日要来为咱讲绘本的这对母仔，是来自新北市的嘉东阿姨王雅玲，甲伊的两个古水的查某囝青弟阿姐，还佫有碰气小妹。欢迎做伙来欣赏。甲囡仔讲母语，甲爸母话传落去。台语路共学团故事讲袂完。大家好，我是嘉东阿姨。大家好，我是青弟阿姐。大家好，我是碰瓷小妹。哇，咱今仔日阁要来看两张真趣味的图哦。这两张图，恁头一个看到会看到啥物呢？好，青弟阿姐，你先讲。看到一只豆丁伫迄竹仔面顶。哦，豆丁，伊爬伫咧这竹仔面顶，对无？啊，这只豆丁，伊咧看啥哈？伊敢若伫咧看迄个囡仔伫咧牵铁马。对呢，迄是一台铁马吼。你感觉迄台铁马对迄个囡仔来讲是拄拄好，还是伤大台啊？我感觉是伤大台。你敢有骑过迄种足大台的铁马？我袂记啊。你袂记啊？你拢是骑家己的铁马较济对吧？啊，你阁有看到啥物？我阁有看到一寡花。哦，即种花你敢有伫路里看过？我袂记。你袂记啊？吼，因为伊的花叶啊，若像家画了较细一寡。因为即种花其实咱伫咧路里有看过哦。伊的迄个中迄个花蕊，个用个家挽落来，就是食伊的迄个花蜜。对，啊，伊这是红红的迄种的，咱用个讲伊是丁仔花啦，对无？系啊，你敢有食过即种花蜜？我毋知。你毋知，因为你认袂出来这是啥物花，对毋对？对。哦，好，安尼咱过来问碰瓷小妹，碰瓷小妹，你有看到啥物？一只白色的鸭。哦，你是看到正边即个图对无？有白色的鸭，你是看到一只哦？你是特别看到对一只？即只。倒边即只，是啊。因为即只安怎你会特别看到伊咧？因为上过来我阵仔是安尼行过来，我无发现这两只。哦，你无看到正边有两只，你头一个你就先看到倒边即只，对无？对。啊，这鸭因伫咧做啥？因伫咧对即个黄困的人。哦，对即个黄黄困的人转去哦，是无？即个黄黄困的囡仔是毋是？伊困去啊？我想迄讲第二只是倒一只，啊，还有第三只的倒一只。哦，你讲你第二只注意到对一只鸭吼？好，你讲看觅。是中央即只。中央即只，伊阿妈骨还有绑一个乌乌的布，对毋对？啊，第三只即只。哦，第三只是正边即只，是毋是？啊，我阁有看到一寡树啊，即只黑牛伫遐看伊困去啊，啊伊迄拢无看到，你看这种树啊。你讲伊拢无咧看路，所以你感觉伊头前毋知有啥物吼？哦，你惊伊的脸啊去到着边仔的树啊？对。嘿，看起来有一寡足歪的吼，毋知要去搞着啊袂？是毋是？啊，因就是看起来要转去啊，因为伊迄种有载西瓜。哦，啊，因拄则去对，因哪会载遐尼济西瓜？伊去挽西瓜，因可能是。哦，因为有种西瓜，所以因去挽西瓜，挽规车甜甜啊，安尼。啊，有可能家变变样。你讲伊个头摕伫遐吼，你敢有摸过西瓜？你有摸过西瓜无？应该有。伊敢是定定？是。吼，啊，
安尼有可能较袂伤着，对无？因为伊的皮较高，袂使安尼想。对，袂使想吼，袂使安尼想，伊可能会破去。好，青底啊，对你讲，毋过有可能是过皮喙去啦。对，啊，你是讲用头安尼开咧嘛，有可能会喙去哦。因为头皮是过高点。我感觉若是你若出力安尼讲都有可能，啊，毋过你若是轻轻啊安尼看伫遐，可能也个会使啦，对无？吼。毋过若是困的时阵，会规个摕伫遐，就规个开来拢伫遐。哦，你讲规个安尼活咧遐，你个头足重啊。哦，你惊底甲伤重是无？啊，恁敢知影即个囡仔伊头伫的即顶是啥？开来啊。对，是开犁啊！你敢有伫过？有。你有吼？好，啊，碰瓷小妹，你讲。即个车有可能无得使叮当啊。为什么？这物件足重啊，而且这个是草包啊。哦，你感觉拖袂叮当？啊，毋过我甲你讲，迄水牛啊，伊啊气力足大的呢。你看，遐尼重，伊拢有才调拖叮当，伊佫有法度。我是讲，迄无去只牛。哦，若无迄只牛，加一个人拖。有影，若是。而且一个人，迄直接使。哦。好，我甲恁问哦，恁是毋是嘛有坐过即款的牛车，还是恁坐的是无共款的？阮坐是铁牛啊。啊，你咧？阮坐是蹦蹦车。叫做蹦蹦车。啊，恁敢嘛是驶伫咧即个田内底咧？是，因为铁牛我毋知影是倒一种铁牛啊。哦，铁牛有做一种诶，晓。对。哦。所以讲蹦蹦车。蹦蹦车安尼啊？而且这黑色是花哦。哦，黑色的是花，你看会出来是花，伊是画花吼。啊，你迄阵啊坐迄铁牛啊，恁是伫咧什物款的田呢？是伫咧阿公阿嬷因遐。因咧种什物果子？樱桃。是什物？本来伫咧种樱桃。敢是樱桃？我会记是杨桃呢，对无？是杨桃对无？吼，杨桃的迄个田对无？好，安尼多谢恁两个分享哦，咱先甲大家讲再会，再会，再会。台语好保守，咱着加减扣，扣若会招着，较好扣选择。台语好保守。咱今仔日绘本故事所讲的脚踏车，也佫有顶仔花，其实有足侪无共的讲法。这部算入去，咱邀请家己资深的台语专家萧宁春老师为咱来说分明。16集咱顶集有讲到铁马风铃，其实另外铁马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脚踏车。脚踏车咱足一种讲法，脚踏车啦、孔明车啦、铁马啦、独轮车啦、动轮车啦、自轮车啦、自转车啊、两轮车，每一个所在讲的拢无共。所以铁马是以后才生出脚踏车，所以风铃的铁马是比脚踏车的铁马更加早用。华语讲灯笼花，那个以早装脚吼，若要入去一个砖头，还是一个砖脚，会得过的人会斗沿路两边就栽种墙啊，做墙啊，迄个，咱讲做顶仔花。顶仔花就喺两边。甲你引带入去，囡仔是若看到迄款厝感觉这足好个。灯笼花除了顶仔花以外，会使佫讲骹母草、骹目草，嘛有直接讲顶人花，较会当传达即个拄则我讲做墙啊，即个篱笆花，我感觉篱笆花同水。因为拢摕来做篱笆嘛，即摆嘛是还佫有人用迄个顶仔花咧做篱笆花啦。
解说这个词可能用要无人咧讲啊。华语讲解馋，就是讲枵塞想要食互伊食一个，这咱大家讲解说一个，也是讲淡散一个，这已经差不多无人咧讲啊。过来，这个话本剧本内底有讲到杜定杜定伫像阮兜就足一种，阮兜杜定会咱看到超10几种，伊个写好做写固定的定，伊若怎点点的是拢无点无动，拢无点无动。杜当然教育部闽南语书店是写杜中的杜啦，木字边佫是土，其实土本身就杜的意思咱台湾话俗语讲到足济迄个杜定，我讲两句就好。讲夜间家家母合，杜定家买观察，意思讲夜间家着要有伊家母来，迄个喙迄个烂甲抹抹就好啊。叫杜定家着阮无救，阮无伊个，就爱买观察。所以杜定是阮兜杜定毋捌加过，伊袂应该照讲是袂去加人啦因为伊个毒性足强所以伊无解药啦。腹肚枵哪像灵，腹肚饱哪杜定，直接甲迄杜定的迄形造出来啊！伊讲腹肚若饱就安怎，就哪像杜定点点咱话本内底，剧本内底有一句真有感情的话，伊讲丁仔花对我来讲，代表的是信任甲希望。伊袂输安全的瓦壳，又搁好亲像感情的黏贴。我直接就看到这个黏贴，足感动的，就感觉爱甲黏掉咧啦华语讲做如胶似水这个黏贴当然这个剧本无去差不多无人咧讲剧本佫会走出这个话语出来表示这款的台语真顺啦你看咧，真冷爽，水牛食草顺残花，乌树牛仔来做伴，脚车顶徛咧看关山，美丽岛，美丽的咱台湾。你看咧，雨丝香，暗顿吃白影闪闪，五树山孤红的线，金石脚，月娘出遐顶。